拍好嘅電影係需要你哋嘅支持，請支持香港電影拍攝工作。我哋嘅新一姐 Joey 辣定係唔辣？困難啦。真係人不可以貌相啊！志慧好中意睇雜誌，留意嗰啲健康知識啊，所以有信心揀條辣。似乎係，但係實際而家發現唔係。我都冇晒信心。我都冇嘅對你。金霸王電心1滴8，聽晚9點半本港台。大家都覺得住喺香港咧，就好似住喺一個好煩囂嘅石屎森林裏邊，有時真係透不過氣，無路可逃咁嘅感覺。所以呢個新嘅節目咧叫做歐瑞強擁抱大自然，就係將香港一啲好靚嘅郊外同埋大自然嘅景色咧同大家介紹。成個節目咧就係用一啲好聽嘅民歌，而且咧係好抒情嘅大自然音樂咧係融會貫通。歐瑞強擁抱大自然，星期日晚8點7，隨意和言。嘉士，我撐你。三生牌好酒飲杯，三生牌鹿茸大補酒，好新妙品，三生牌鹿尾巴酒，男士珍品，三生牌杜仲黑糯米酒，老少啱飲，三生牌人參酒靈芝酒，添福添壽，飲靚酒記住三生牌。一家人一齊食梨川湯圓就最好味啦！梨川湯圓有芝麻、花生同糖不甩，仲有其他口味添。聽日係農曆8月12日，記得食魚人參特效全靈芝破壁包子，可以增強抵抗力，人都精神啲。翻返嚟新聞時間，最新嘅消息喺台灣渡邊車隊離開厚德宮之後，去休息嘅地方南昆新，有倒扁同埋挺扁嘅人咧喺現場衝突嘅。咁警方係採取行動制止。當地咧一早有挺扁同埋倒扁嘅民眾喺道路兩邊等候，兩幫人咧互相叫囂嘅。咁有挺扁嘅民眾咧企圖衝向倒扁嘅車隊，警察及時制止，咁當場咧拘捕咗一啲人。翻嚟本港，沙田徑口路晚上要幾多萬先可以為肌膚？兩日並冇出現爆滿情況，門票即場有得賣。咁嚟緊呢幾日，門票仍然可以喺網上面預售得到。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睇過，反貪腐副總指揮同幾十人坐喺路中心靜坐，抗議警方無理阻撓。挺扁民眾就喺旁邊聚集，反貪腐工作人員捉起人牆保護靜坐嘅人。警方堅持唔俾車隊開入鬧市，雙方僵持不下，對峙超過1個鐘頭。最後總指揮施明德決定改路。任何衝突、任何流血，我們都沒有勝利者。我們宣布換轉換路，避免衝突。施明德上車途中有人亂掟石頭，隨行人員即刻掩護佢上車。挺扁民眾就喺旁邊學倒彩，又向車隊做挺扁手勢。車隊之後繞第2條路去原定舉行中秋晚會嘅安西夜市，但警方連車隊經過夜市都唔準，車隊唯有直接駛去厚德宮食飯。施明德話：車隊冇違法，冇挑釁，只係願政府將陳水扁家鄉當成皇帝家鄉咁保護。你保護皇帝的故鄉要這個樣子嗎？保護陳水扁皇帝需要用這種方式嗎？這真正唔是你保護總統，這是保護皇帝嘅故鄉呢，用白紙嚟電寫出嚟。環島遊行車隊今日會繼續經過南部民進黨執政嘅幾個縣市。施明德話唔會改變行程。有線電視記者張淑琴報導。美國1星期內發生第3宗校園槍擊案，喺賓夕法尼亞州嘅清教徒社區，一個槍手闖入一間學校，殺死。您的這個程度，您認為呢？2年半不清楚不清楚。會不會覺得對哥哥不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有没有跟你通过电话？参加这个，我们不是主人，我们会不会我们当然觉得蛮遗憾的了。徐旭东以企业集团负责人的身份被求刑，让徐雪芳感到很难过。在检方的起诉书中可以发现，徐旭东在搜狗案中扮演的是投资的角色。他在李恒龙的牵线下，跟林华德、赖永吉还有黄茂德、李冠军一起伪造泰流公司临时股东会跟董事会的记录，谋取巨额的利益，再利用增资泰流的方式，让徐旭东拿到泰百的经营权。远东这个进去协助他们在财务上。董事长目前是不是已经挹注了25亿的资金在在泰百这边？这个数字我倒还不太清楚吧，可能还不止吧。之前徐旭东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介入泰百的经营权，还曾经刊登大幅广告帮自己澄清。但聪明的徐旭东怎么样也没有想到，当初赢得泰百的风光会成为今日的痛。东森新闻徐嘉欣、蔡荣仁特别报道。好，妹妹带他表达遗憾之外呢，根据了解，徐旭东本人对于这个侦查终结的这个起诉跟求刑感到非常的不公平，这是徐旭东第一时间的回应。另外，大家要问的是，为什么收礼券的第一夫人吴淑珍会无罪呢？那么北检特别说明了6大理由，我们也仔细看了这个起诉书，很特别的，包括我们看到礼券，黄芳燕用掉了219万，而吴淑珍呢？检方说只用了27万7千块钱，而且检方表示吴淑珍不是公务人员，27万7千元也跟搜狗的经营利益不成比例，因此吴淑珍无罪。第一夫人吴淑珍一直都是搜狗礼券案的关键人物，为了抢夺搜狗的经营权，各方人马拉拢扁扫，不管是登门拜见还是送礼券。不过坦承收礼券的扁扫，检调却以罪证不足不起诉。有关吴淑珍女士的部分。那检察官认为没有具体不法的事证，主要理由有下列6点。第一点，吴淑珍本身并非公务人员，所以说她没有所谓的贪渎的行者的问题。6大理由还包括吴淑珍从头到尾都处于被动非主导地位，也没有证据证明介入经营权之争，加上第一家庭消费的礼券金额跟庞大的搜狗利益不成对比。更扯的是，所有涉案人全都说不认识吴淑珍。到底吴淑珍收了多少礼券？调查发现，第一家庭成员包括陈志忠、陈信瑜，总共才使用27万7千元礼券。而礼券是在远东取得搜狗经营权后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下，所以全都无罪。以第一家庭